今日看桃园市南坎溪附近伫双十节的时，发现溪水拢是白色的泡。环保局对早发现讲是自助洗车场排的废水，昨午溪里又搁出现真侪泡。环保局嘛指出讲，这是同一间洗车场排放的废水哦，已经处罚了，嘛要求讲爱伫10月18进前做改善。 民众伫溪仔边的步道在运动和骑车，这段伫桃园中央街迄边的南坎溪，双十节和14，河边拢出现一大堆铺伫咧水面的白色的泡。水巡署的职工第一时间是通报环保局公害中心来处理。议员和民众感觉讲一礼拜2摆实在伤寒，要求市府应该动发。环保局第一次10月10号有去厂商那边说啊，你们这泡泡这样不行已经有了。 结果昨天还在重新再一次，像泡泡，人家在运动的时候，泡泡飞得满地。在小块机从化区开发之后，一些建商进驻，还有一些店家厂商进驻之后，我们这一带的水源开始就有出现被污染的状况。南坎溪2摆拢变作规条河拢是泡的凶手，就是这间自助洗车场，目前是无营业。大个施工等待征收。环保局讲，因接到通报去真正的地点南坎溪来勘查，发现讲这泵坑回流到南坎溪的所在，就会当看到泡。经过调查是同一间洗车场排的。水塔浮球故障导致水流溢出，将场内地面之高浓度清洁剂带出。 径流至道路侧沟，再流至下游南坎溪，导致水污染管制区水体。目前南坎溪已经恢复伊原本的形。环保局伫确认污染源了后，嘛派水车去把这个泡拢抽掉，避免污染搁扩大。另外，针对业者的部分，嘛搁一摆来照水污染防治法开发，而且限期18进前爱改善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